新竹这个31岁查甫人就较幸运咯，嘛是伫厝内底昏倒，消防人员赶到位的时阵，伊已经无呼吸心跳，赶紧甲做电击，小连续电击11届了后，总算来恢复到生命现象。一个到病院，甚至开喙讨要爱啉滚水。消防队员讲，因做消防的工作做17档咯，像这款重复来电击救回人命，上悬的记录才做过6届。 这届做到11届，相当的罕见。消防人员伫甲站尾，不过这个查甫人已经无气啊，袂顶袂当，消防人员赶紧甲急救，前后甲电11摆，伊总算有恢复心跳。抢救过程前后有26分钟，将这个31岁查甫人为鬼门关甲救回来。不过电11摆这款现象讲起来是真正罕见。将电起电贴在病人胸部皮肤上。 免怎决定敢爱电？救护人员讲，将这个 AED 搭伫咧患者身躯了后，每2分钟就会自动侦测这个病人心跳的情形。那需要电几摆，是由机器来判断。因为电击就是用微弱，就是用电流去刺激心脏，然后让它不要乱跳动啊，所以说对心脏的细胞会有一些受损的状况。对，那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恢复了呼吸、心跳，那这些都是由后续医生是可以去做解决的。 急救人员讲，虽然电击一摆，难免对心脏会造成一点仔负担。不过，这个新的查甫人到病了后，开喙讲要啉水，嘛，互这个消防人员对着这罕见的连续电11摆，成功将人家救回来，感觉真安慰。